打女人不是男人该有的行为。叶少说的对，只不过这个女人……我不管她是你的什么人，在我面前打女人就是犯了我的禁忌。好，抱歉叶少，我这就走。你好自为之。我叫我司机送你回去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你司机送我，我想要你送我。你知不知道和我同坐一辆车意味着什么？不知道。死亡之车，敢坐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还以为什么呢？谁怕谁是小狗。这座江城有多少人怕我，就有多少人想要我的命。我不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哼，走。住哪儿？北辰公寓。用的什么香水？什么？我没有喷香水啊。如果让我查出你的香味有问题，你会后悔生在这个世上。你是不是有多疑症啊？你放心，我保证不害你。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的。我们被人盯上了，走稳，抓住车窗上面的扶手。